Nityananda，大家好。唔經唔覺，我哋喺 Zoom 舉行嘅活用博家梵歌已經超過1年啦。踏入第2年，我哋一班同修而家已經去到第4章，主題係知識行動出家瑜伽。知識係要透過行動去實踐嘅，而活出真理嘅人生先至係真正嘅出家生活。博家梵嗰邊講到，單憑邏輯永遠都冇辦法帶我哋去到自我實現，真正活出自己。要接觸終極嘅真理，就要超越邏輯，而關鍵就係喺忠誠。Arjuna 同埋 Krishna 之間嘅關係係亦師亦友，建基喺忠誠嘅關係。於是 Krishna 就向 Arjuna 揭示開悟嘅至高奧秘。Krishna 同 Arjuna 之間嘅關係就好似神聖同人類師徒之間嘅聯繫。喺吠陀嘅傳統入邊，師徒並唔係高低之分，而係將真理一代一代傳承落去嘅關係。博家梵歌第4章入邊提到，呢一個至高嘅靈性科學係要透過師徒承傳流傳落嚟，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傳承斷裂，真理嘅原貌就會失傳啦。正宗嘅靈性科學必須係由開悟大師親自傳授，因為真理嘅奧秘係口耳相傳，唔單止係靠書本或者係邏輯。Upanishad 嘅意思就係同大師同坐，透過大師當下嘅教導，影射到學生嘅內心，啟發靈性嘅覺醒。每逢星期一嘅晚上8點半至9點半，我哋都會喺 Zoom 舉行活用博家梵歌嘅環節，一齊研讀由開悟大師 The Supreme Pontiff of Hinduism Bhagavan Sri Nityananda Paramasivam 編寫嘅《Bhagavad Gita》曲，我哋一齊探索真理，以圓滿嘅科學去內化真理，讓真理成為我哋人生嘅一部分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加入我哋嘅話，就可以掃描一下個二維碼，加入群組，攞最新 Zoom 環節嘅資訊，一齊去體驗真理嘅力量，活出自在開悟嘅人生。Nityananda。